中共当局反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的维吾尔人权报告。维吾尔精神母亲热比亚·卡德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你知道这份报告对中国来说不是打击，而是让中国认识到其罪行的严重性，强调中共当局应该认识到，双手沾满鲜血的国家不可能是世界大国，出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应该立即停止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国政府上周五批准了3项总值超过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之后，中共威胁将采取反制措施。香港周日通报新增中共病毒确诊数字突破上万，香港疫情自8月中旬以来明显上升，仅4天时间单日新增确诊数字上万。阿塞拜疆总统表示，土耳其是世界强国。阿塞拜疆总统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评价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他强调，在第2次喀拉巴赫战争后，两国关系得到加强。根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新闻办公室4日消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发生的森林火灾中，有1人死亡，10多人受伤。根据该部的最新数据，约有2000多名当地居民已经被疏散。大火损害了108座建筑物。根据华盛顿维吾尔人权项目组织周一发布的报告显示，即使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之后，华盛顿特区的一些超市和美国的一些在线零售商仍然在销售在东突厥斯坦种植和加工的土特产，其标签上标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份报告称，美国食品零售商和消费者可能会通过买卖新疆土特产成为中国强迫劳动的同谋。根据报道，包括亚马逊、易趣和福尔玛在内的美国在线市场都在销售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土特产商品。